細節清晰可見。藻井中央為貼金盤龍，又為引人注目。盤龍身姿部分穿梭於花間，線條流暢生動，盡顯故宮建築嘅精巧。八方井與四方井嘅轉角處起到過渡作用嘅構件，名為曲線。表面亦裝飾咗精美嘅靈鳥同馬家紋樣，完整上方佈局寓意深遠。12條短柱，12條弧形立方橫木，24盞橫拱，分別象徵住12時辰同24節氣，展現咗古人對時序更替同自然規律嘅敬畏與禮讚。除此之外，宮內仲有一處獨特嘅平面彩繪藻井——臨溪亭藻井。臨溪亭位於慈美宮花園南部水池上，亭內保存咗獨特精美嘅天花彩畫，正中繪玉堂富貴圖案，視覺裝飾咗綠色地嘅把子草，精巧雅致。搭十架幾我都 feel 到，因為隔離。係啊，好睇喎。天花彩畫嘅中央則繪有盤龍藻井，以青地盤龍為中心，氣勢恢宏。OK。圓井外圈繪製陸地行龍。八角井邊緣裝飾描根長雲，外層角檐柱裝飾住鳳穿牡丹紋樣，精美生動。臨溪亭嘅藻井為罕見嘅平面彩繪形式，其珍貴嘅青金石顏料絲色工藝為中國罕有，更讓其彰顯出獨特嘅藝術價值。Let's go. In several major halls at the Paris Museum, you will often